奧運會5人籃球項目設有6個小項，澳門賽區承辦當中嘅男子18歲以下組。澳門嘅球員希望有更多嘅市民入場支持。我覺得市民嘅支持係對我哋好大嘅鼓勵同埋推動啦，亦都會幫助我哋打波時會可能變得好啲咁。心情首先梗係好激動啦，可以喺自己嘅主場澳門係自己屋企人啦、朋友啊、澳門市民，即係希望可以展現出自己好嘅一面咯。賽前咧就約咗好多譬如高級組嘅隊伍啦，同埋大學嘅隊伍啦嚟打友誼賽啦。咁我哋都好刻苦去訓練，準備今次嘅全運會全力以赴。塔 A 咁自己學界比賽都有喺嗰度打過啊，所以即係個場地都會相對比較熟悉少少咯。澳門主要陣容以今年學界男子 A 組前4名嘅校隊入邊選出嚟，代表隊主教練施少雄期望球員從中有所收穫。今屆嘅目標就係希望球員們可以打好每場比賽啦，因為畢竟咧，我哋嘅對手都係全國一啲精英啦，同埋一啲好好嘅隊伍啦，咁所以我哋喺澳門嚟講咧，因為畢竟少比賽啊，對於佢哋嚟講，咁我都希望佢哋找緊每一次比賽嘅機會啦，吸收，咁啊繼而去努力為將來做準備咯。比賽會喺11月10號到18號，分別喺塔石體育館 A 館同埋新濠影匯綜藝館2個場館上演。